各位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我係廖浩明阿明姑，歡迎收看《福起來》。上一期嘅節目裡邊，我哋阿金先生同人講我哋清朝時代時間，我哋好多人同我哋客人嚟愛恨情仇。但是時間已經來到我哋1894年，今年呢，我哋清朝同啲甲午戰爭裡邊打輸嘅日本人簽訂咗一個馬關條約，把我哋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割俾日本。第一年呢，1895年，日本開始愛接收台灣。其實日本軍開始登陸我哋台灣嘅時節，冇想到停下來5年地步，開始受到我哋台灣人嘅反抗，我哋台灣人唔想俾日本人接收。可是嗰時節差唔多有14000嘅台灣人喺嗰5年時節戰死，還有4700個日本人因為水土唔服啦，冇咗戰爭嘅關係死喺台灣。其實日美戰爭對台灣來講係一個影響巨大嘅戰爭，但是我想更加幾多年，如果唔知日美戰爭係乜嘅，嘛唔會記得乜嘢係吳宗憲啦、江少祖啦、邱鳳陽啦，還有邵光明。我哋今日有請到係我哋屏東嘅一個漫畫家，以用伊個漫畫來用我哋客人嘅角度來講一段故事，我哋馬上來歡迎伊，我哋阿權先生。主持人好，還有我哋電視條線嘅觀眾朋友，大家好。來又來啊！張春金漫畫家，阿權先生，其實我哋今日頭都已經講我哋清朝時代，差不多我哋末代嘅時節，同日本人打仗，把我哋台灣割俾日本。其實日本都開始已經來開始商量，就開始準備要來接收我哋台灣。咁當然接收一件事情對台灣人來講，其實係聽人可能唔係一件事情，聽人哋嘛唔接收一件事情，嗰時。其實伊一段接觸嘅過程裡邊，冇一定想嘅按順利。其實裡邊我哋講，其實客人引起嘅戰爭其實幾多。我想一開始我想問我哋先生講，做乜嘅第一段接觸嘅人嘅地步呀？客人嘅反抗特別激烈咯。客家人反抗嘅唔單是講政府係講人事嘅問題啊，最重要係為咗族群嘅利益啦。嗰時有台灣人都批評我哋客人講，我哋都專門西瓜發太片嘅嗬，都幫助嘅清朝嘅哦，來破壞我哋台灣本土嘅革命呢條事情。為到日美戰爭以後，讓對我哋客家人改觀。我講客家人唔係講是為到即屆乜嘅問題、族群嘅問題都偏向我哋朝廷嘅其實唔係。是為了保衛家人，都主持人上擺有講嘅，保衛家人，為了保衛家人，萬人欺負我哋，萬人對我哋不利，我哋都反抗萬人。一個最重要一個原因，都對日美戰爭都看得出客家嘅精神。咁因為我想講，其實台灣歷史因為睇嘅5年嘅時間從台灣頭、台灣尾其實發生咗幾多大大小小嘅事情。我哋係咪同我哋嘅觀眾朋友，我哋真係來睇到？來講一下講，幾時我哋清朝開始戰敗，日本嘅正規軍咧開始上戰，到後來我哋咧開台北城上門，然後後來八卦山之役，然後後來我哋咧富安樓之役，你咪睇下同我哋講係一段順序裏邊發生咗乜嘅事情？其實馬關條約啦，條約嘅時間簽起嘅時間咯，日本輸局嘅局，5年未2年咧都對宜蘭屯。基隆嘅都開始登陸嘅，都一路應打，對北應打啦。對陸方咧冇人去抵抗我，甚至到嘅台北嘅時節啦，還有人可以去上門啊，去迎接嘅。打台中嘅時節，嗰時節平埔族嘅原住民，還有歡迎日本人入來，嗰就奇怪，因為冇人抵抗啦，日本人接受幾順勢啊，講都安尼幾好萬人第一都差唔多到台中呢下，不得了，嗰下要很多人要抵抗啊，嗰有真貴嘅啦，人上下我算是你講真貴嘅嚟對抗到八卦山到台中，萬人嚟第一年嘅咧，都好多主持人講嘅有志祥、吳宗憲。強少數乜嘢都更加我哋北部天水記嘅主人台灣有最亮嘅最強嘅，所以才介紹啦，亮嘅最強嘅種苗種詞
一个都北部的天水区，南部都俺的曾氏宗祠啊，曾氏宗祠，有两个铁匠的家庙。那八卦山本日本书虫归台，啊日本人如果一路都无人抵抗啊，像讲啊平埔族系反洋啊，个原住民有反洋啦，因为平埔族面对几百年来全部受到汉人欺负啊。講啊，咁我揾條架嘅嗬，揾日本人來，佢啦如果名望啦嗬，弄擺屯漢人攞唔嚟咩？啊唔到地啊，屯攞唔嚟，最快都差唔多安尼，咁我反映日本人來嘅，故所因為反映日本人，入嗰度平埔族嘅，全部平埔族冇參加抗日，啊，甚至係聽說日本人，哦，當然係歷史嘅條件、歷史嘅環境問題啦，嗬，八卦山嘅時節。第一擺遇到最大規模嘅反抗戰爭，嗰時陣日本人有感覺講，一個唔係去接觸，一個係戰爭，一個發安尼來嘅。哦，嗰時陣伊同到八卦山時節，市上梧桐縣一條客家人組織一個軍隊來抵抗日本人，都最有名係八卦山，哦，也係。第一擺主動日本人按順序也接受台灣嘅戰爭啦，啊，也個都我哋講一比戰爭地位最大規模嘅一擺，哦，其實一比戰爭地位同日本人上戰嘅最重要嘅都客家人啊，哦，當然八卦山都是我哋代表之一。嗰時節犧牲歸台，最有名嘅我哋也是有撲一個天涯咗195，嗰一名就強少族哦。強少族今年19歲，日本人作到時節堅持唔投降，啊本扣起來嘅時節咯，伊即家底下命冇一重嘅，啊伊有決心愛犧牲，嗰個時節伊就刺殺，佢講啲感覺地方用刺殺，伊是即家失毒，啊毒片邊嚟咧？用乜個毒咧？用鴉片，伊即家隨身有帶鴉片，因為鴉片有兩個原因啊，輸送嘅時節啦嗬。是鴉片有嗎啡的作用，做啲止痛。第二擺如果有遇到危險的時節，是過度的，就是說自殺啊。嗰所以是鴉片自殺，啊伊要死以前啊，都寫了一詩來表明伊即家嘅性質啦。啊，其實嗰度嗰隨高嘅故事嘛有啦，吼，都190年看到天陽嘅時候，梧桐縣也只係慢慢，還有強少數嘅時節19歲，還有偷家咧。也只係，梧桐縣也只係，都為到一件事情自殺，都有表河巴啦，啊表河巴冇死咩，過嚟都絕食，都絕食啊，絕食，過嚟因為死過身啦，嗰度都表示我哋客家歡迎家對呢方面嘅重視啦，對啊天陽地方有做過嘅啦，反正大家再複習一下，我哋都冇再介紹啦，要是第一擺客家最大嘅也係台灣最大嘅反抗戰爭。都是八卦山之年。佢從頭到先上睇講八卦之年嘅時候，其實有提到我哋梧桐縣啊，後來強少族，伊哋人來都聽我哋土族苗，其實談到日本人後來接觸嘅時候，其實伊哋睇到睇土族苗嘅時候，都朗上都有開始有一些抗爭嘅一個發動。那最尾都推，差唔多睇我哋咧狀況時候，都開始第一擺太飛戰。日本人都發現到講，哎呦！我係咩鬼順利接觸也會多喎，其實也喺多方，其實我哋會有反抗嘅勢力。嗰時其實日本人都發現啊，唔錯，我哋本台是想講日本人是希望講對台北都直接走到南部，結果又講唔錯講，我哋可能愛南部嘛愛有啲軍隊，嚇對南部上來，嚇你上下夾擊可能會接觸一個厲害冇得接觸嘅國家，嗰時其實都開始有一隊軍隊都對我哋南部行來，也係咪都後來我哋南部6隊開始咧讀到一啲普遍嘅之一，無論講我哋後來我哋火手中之一啲人頭啊。應該是安尼嘛，唔錯啦嗬。但不過嘅時間亦是無免斷到啦。日本人嘅時間是想講伊對北部因打返南部咩嗬。嗰時間一路都幾順勢啦，不過打八卦山嘅時間都講第一擺遇到安泰抵抗咩，嗰時間日本人底下講沒有台灣冇簡單，還有嗰時間都講要做土匪啊，嗰時間因為冇軍隊嘅咩，嗰時間又成立嘅很多台灣民族嘅咩，成立冇一叫嘅都老炮嘅，我哋講老炮啊，唐景崧老炮嘅，總統老炮嘅，嗰個後風格嘛老炮嘅，全部睇戲全部老炮嘅啦，嗰個冇人搭嘅咩，嗰個一架比一架，一架比到一架比。
这时间是一路赢打啦，打到八卦山的时间，日本人也感觉讲也个唔错嘅，甚至也个战役还开到日本一个亲王，都被拍传宫廷叫亲王，一摆还去到一个事件还中爽，哦，甚至係個死嚟台灣啦，哦，一個有人講是台南啦，哦一個有人講是彰化，有人講是台南間呢一個戰爭，哦，唔理解嘅啦，哦，不過一個事件啊，表示講對日本嚟講巨大嘅打擊。過來都對八卦山一路下來都個魔術到個大嘅地抗，都已經打到高雄鳳山，打到鳳山嘅時間都講搞到打屏東咩，過後打到鳳山也有看到阿喵，因為安泰河壩啊，過唔來啊，茶嘅炮嘅全部過唔來啊，軍隊啊冇來，因為時間又冇那個太上嚟啦，哦，你話講。嘅扁上嚟要試唔入嚟啦，咁因為嗰類咯，加北莊人啊，打我哋都台起，哦，嗰時嗰類人嘅時間打到鳳山嘅時間都日本嘅時間就因為都感覺台灣平天嘅，係下先日本天皇哦，打天保哦，講下台灣平天嘅哦，嗰日人第一個南部係有人啲地抗啊，嗰唔能用㗎啥啦。要問到天二嘅軍團，都日本嘅很多戰神，日本嘅戰神佢有名到乃木希典，都對恆春兵力有電力，哦，都兵力有電力。如果用南北夾擊嘅方式，都兵力電力對南打到北，哦，對鳳山高雄也會同北路軍嘅軍隊配合，安尼都全台地點，而家主義是安尼打落去啦，主義啊，哈是打歸好啦，但是呢，我哋日本的戰神真是安順利拿下我哋南部哈，休息下哦，等下我哋馬上來講一個結果。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阿金先生同人講，其實日本派出日本的戰神對兵力電力，準備要接收我哋南台灣，但是以接收嘅過程會順利冇？阿金先生，其實我哋日本的戰神對我哋的兵力電力係開始要接收我哋的南台灣嘛哈？有按順序冇？當然是按順序，係咪啊？我個客人都咩信用翻的呀啊！因為啊，唔過嘅時間嚇。其實樂隊嘅時間第一個消息嚟，甚至係有派太總理李向勇嘅時間有去天數八卦山，按過度嘅時間都過唔得河壩落太雨，還有做太水，嗰邊係嘅時間都下灘水係咩？日本人都過唔來，冇講人哋過去啦哦，嗰時嘅時過唔去，嗰來要大家人都對於冇了解，嗰來都遲起嚟，都冇做太總理啦。哦，按日本人電力嘅技巧呢，伊都對兵力上愛對東港嘅伊，萬一第二伊來嘅時間啦哦，我哋樂隊軍都有人都去埋伏啊，你個帳號，帳號嘅，都埋伏啊，埋伏，唔過嘅時間都冇乜嘅作用啦，因為人全部拿緊新嘅武器嘛，我哋又係有炮嘅，我哋冇啊，哦，嘅時間故說我哋應對。哦，第二個部分都推下到頭講嘅交通局，交通局見一個插門咩？交通局嘅，哦，嗰時間日本人因為伊冇準備，伊冇面到我屏東還有人抵抗啊，哦，嗰時候要犧牲國泰，哦，要實力吃虧，過來馬上重整軍隊以後啊，都我哋都唔咩嘢辦法嘅，都應打應退，哦，嗰時都推下後，都推下到。我哋講下加東有一個堡壘，叫布日寮，布日寮就更加提我哋加東嘅小家古厝嘅，小家古厝小家一個老屋啊，頭擺唔係搶人哋啦，頭擺要一個神強啊，唔係按國，唔係嗰啲國嘅神強啦，因為都布日寮咧，布日寮本來係小家人特殊嘅所在，嗰個時間有一個神強老輩有一個護城河，細細嘅河壩。嗰時候提嘅
明白提15日讲出来啊，你嘅吟诗作对啊，各有诗情画意。哦，啊，你嘅样嘅啊，你讲嘅样嘅，我这话嘅河坝地派都有嗰種人啊，行天一講燈紅，故所一按名做步月咯，一個人名生落來。啊，佢更加燈紅係有幾多充值嘅扛哦，哦，當講嘅修復古蹟嘅時間，唔啲嘅人啊，佢冇平嘅嚟嚇，啊，本人抗議過啊，哦，啊，更加哦，一個半日了嘅時間，冇數嘅冇叫，差唔多1日1夜都不能公開嘅。嘅時間是副總理邵公明先生。呢時間一路負責嚟抵抗日本人，喺一個戰役犧牲幾重。呢時間邵家太死，老人太死啊！後背經濟統計差唔多死咗100-200個人，包括邵公明2個奶都死嘅，哦，犧牲咗2個奶哦。啊，嗰時一個推慘烈啦，哦，啊一個戰爭咧唔打死死奶富人家。唐講嘅時間還有日本人看到嘅時間，還有嘅富人家比分4年咧，還有拿穩吹到嘅。哦，我所以一個戰役是犧牲幾慘烈啦，哦，哦，啊，過來當然都唔掉啦，哦，啊，有時間邵家嘛本炮火啊，哦，打話差唔多嘅，過來冇辦法起嚟，全部人都開始走，哦，啊，最後都推下到火燒中。其實我哋今日想講嘅幾時嘅情形咯，因為嗰時間其實我哋可以提供我哋台灣俾你接觸嘅，我哋雖然冇辦法第一時間趕到我哋八卦山參加嘅八卦山之夜，但是我哋嘛睇有啲提供，日本人而來嘅，好嘛有消息講日本人對南部來，但是唔嗰時間以台灣嗰時間嘅嗰種權力來講啊，其實清朝對台灣來講冇幾失望嘅建設啦，其實日本人有 power 嘅，有爽嘅，有衝嘅，對嗰時我哋咧。對人來講，可能有衝嘅嘛冇遇到機，可能都幾時用來保護自家嘅家人嘅嗬。假如唔是講我哋咪有大炮嗰種事情，因為嗰種東西國家嘅政府然後有安尼東西，可是嗰時可能都拿啲菜刀，我都啲足夠嘅上面都擺佢啲菜刀，可能都用安尼方法去抵抗我哋嘅日本軍，嗰種可能真係一日呀都冇嘅。但是嗰時就幾份愛保護陸下嘅心。其實都等於都講，也可能係最尾一擺嘅戰爭咧，因為真係下來以後都從宋一先我哋先生講嘅，其實日本時代以來都真係一個國家觀念嘅一個事情咧。後來一啲人開始從普遍樓子一個輸喺嚟以後，我哋都開始因為我哋喺家棟嘅嘛，後來開始慢慢的新比如推過後來去，咁後來我記得講，我聽我哋更加要重置嘅種重新存，我要發生一擺佢慘烈嘅個戰役係咪？對。我都講嘅，半日了戰爭以後啊，都推下無來好推嘅。嗰時嘅太總理，那個邱鳳陽，啊，邱鳳陽都更加我哋去重慶中有一個鄉土藝術館，啊，屏東嘅鄉土藝術館都紀念嘢，後台人紀念嘢。啊，邱鳳陽嗰時間都做太總理，啊，邵公明一擺抵抗失敗咩，全部人都開始散起嚟，日本人開始腳，嗰時間日本人都對我哋。掠對黑人哦，嘅改革，阿咪要黑人要安厲害啊，要土匪用會要做公司啊，哦，你看那個上山有公司咩？會對沙包挖壕溝啊，會做條防禦公司啊。嗰個日本人要對我哋黑人改觀，呀，屌人唔驚死，有用有冇？有用有咩話？哇，很做得曉得做公司啊，冇簡單。過來都個消息咩？都沿路引鳥一條，哦，一條黑家軍。引流都停都停下多重視下嘅。啊，佢到同時嘅時間呢，第二日本人會來，公司咧全部做好嘅。嗰時間冇做乜公司啊，都台灣冇乜嘅度咧做嘅啲度咩？都net做嘅讀下嚟全部都做公司。啊，唔過net做冇效，都到衝嘅跑都冇效啊，咩咯？啊，嗰陣日本人嚟到從事嘅時候，看到全部人啊，變嚟。日本人打唔到，要打唔贏啊！嗰度公司訪問嚟啦嚇，日本人又唔敢入邊啦，就講一條土匪就清檢查啦，我因為日本人海盜人咗個啥嚟嚇，嗰個前兩個發起嚟都冇話冇得兵火燒佢啦，佢掉出嚟嘛，萬一啲火燒啊，佢嘅重慶裝全部俾燒香將，
几廿百户全部收到同2、3户去的。古时候重庆庄头摆都喊做火烧庄，本来都喊做火烧庄的，因为一摆战争，咩啦伊火烧庄真是有名的，甚至一个名还变啊日本历史地表有记载，所以火烧庄会变到全台湾有名的。一故事都安尼啦，故说重庆庄的时间当然嘛是失败啦，失败以后冇办法邱凤阳同几亚太总理让去台南府拜会的，这时间是日本的总督的华山之际。如果讲我们愿意投降啦，投降啊，唔好再糟蹋我们当事人啦，无辜百姓啦，个日本人也答应，个人让平定后，日本人都趁一败战役系平台最后一年经过一个历史还有提嘅火烧庄，有设一个纪念碑，有和观众朋友做嚟去看看啊。係啊，一擺火燒莊是正如講我哋台灣人抵抗日本人嘅接受最尾嘅意義。咁我從頭到現在有提過講，其實日本人來到我哋南部開始愛接受台灣嘅時候，我發現講，南部有一堆人，其實可能冇啲黑人冇羅馬人，伊哋係有啲有軍事嘅概念嘅，伊哋平常可能有練習，伊哋戰爭嘅時候嘛，提供愛做一啲防禦工事啊，呢個方向。咁從後來伊哋開始接受台灣，真是講台灣開始入去我哋嘅支持台嘅時間，日本人係讓我看我哋嘅黑人，冇得講讓我看我哋嘅綠隊啊。頭多主持人有講到一個日本人喺一位戰爭嘅話真是戰死嘅冇幾幫人啦。當然唔係有碰碰木講槍死嘅8個人啦。唔過都得到馬拉利亞。合法個馬拉利亞都瘧疾啊，死4000多人，發病嘅送回日本係1、2萬人咧。可是日本人一個時間講台灣嘅軌道啊，所以日本人一開始統治台灣嘅時間，第一件事情都衛生條件同改善，因為台灣人佢冇衛生條件，偏數喺陸下地擺，所以偏數做老闆來，做唔到喺老闆餓死餓尿，你要到處罰，因為日本人嚇到呀。個衛生安法惡啊，嗰時候日本人特別嘅人幾多，水土不服，我哋講水土不服嘅馬拉利亞好嚴重啊！日本人第一綠隊黑人，因為失了幾多虧，八卦山又到火燒莊半日嚟，日本人都面對客家一個民族同樣是佢冇共用。嗰時候後來研究第一講，研究係有綠隊一個組織。當然日本人來嘅時間，當然都做唔到本人一個組織啦，都同人計曬嘅，要故意同人計曬嘅。嗰度弄by做啲集會嘅所在廟堂啊，嗰度全部同拆嚟嘅，都本冇辦法開會嗰度啦嘛個弄by話眾議庭開會啊，馬祖廟開會啊，全部會被拆成都唔本來有嗰啲機會嘅機會啦，都有目的咧消滅我哋綠隊啦。個唐講有一方面嚟講，伊嘛把嗰度我哋美濃啦、三拿嗰度地方用一種行政嘅方法，把伊同我哋友隊分出去，同我哋高速美濃分出去，就變成後來我哋咧因為行政嘅關係，唔係我哋原來嘅綠隊嘅一種分布嘅關係，如因為行政劃分嘅方式，嗰時就變成我哋後來綠隊都慢慢地冇搶到以前我哋按聯繫，冇得講我哋咧聯絡按度，嗰時就變成更加對我哋來講，綠隊係咪已經？那有名嘅冇安尼色彩的一個組織，當然是安尼啦，因為嗰個時間有綠隊一個名詞，本來是體力嘅組織、軍事組織，後來變成文化組織，更加強傳到文化組織觀嘅啦，文化組織。所以一個部分來講是日本時代多見行政嘅分割唔係像日本時代啦，就革命政府嘅時間都分嘅。嗰時間本來美濃啊講上啊把咱人哋平同人來嘅，是嗰個政府唔願意啊，冇美濃本來上啊入嚟人哋平同人嘅啦。一個行政咧是後輩民央割出來嘅啦。嗰時冇想到一個戰爭改變一個國家，嘛改變一個族群嘅未來嘅命運。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台节目，我的阿金先生同人讲的业力战争对我们南部六队的影响。其实，我哋一两集节目底部吼，我相信阿金先生已经讲了几多摆对历史的国土吼，我哋行人睇下历史的底部一个国土。咁我今日讲到一个国技术的问题啦，讲你睇乜嘢什么漫画世界啦，吼，有三部漫画的世界，我都看到漫画底部吼，几多梦想，几多雄战的那种场景啦，吼。咁但是我哋其實看到嗰種西裝的啦，吼，西村莊的嗰種場景，當初喺北個重建的世界，你這個心裡面有啲藍圖嘛？迄有想過去重建嗰樣嘅畫，還是講路上嘅畫冇嘅哪一地方就畫哪一地方啊？當然是有啦，多多少少畫歷史要畫考基嘅吼。做數部曲嘅時節啦，吼，都有面到講，因為要準備做3本嘅。嗰時候講一種一種畫嘅背景啊，因為背景差唔多哦。比如講馬祖廟啊，忠義亭啊，嗰條不時會出現嘅。我今禮拜畫過睇緊人哋畫漫畫，睇緊人都畫人工嘅哦，鬼落啊，鬼強啊。畫到背景啊，睇緊人鬼鳥啊，鬼腦啊，要清廢化啊。但每家重畫過啊，會清難小嘅事情啊。嗰時候你講，嗱可能有乜個辦法嘛？嗰時候人哋面到講，咁我用3D 建模嘅方式，用3D 做。嗰時候更加睇緊人看到一背景全部用3D 做嘅，要重建全部用，要忠義亭，建立一個忠義亭。當然是唔係講100%啦，都用攞相片嘅嚟參考看看啊，嚟設計啦。嗰時間做嘅時間都有，比如講有個馬祖廟條線東北啊，咩話應該有傳統嘅，嗰時候有幾多點嘅啲嘅條線，像我哋忠義亭條線一個工廠嘅，安尼見咧咪把4時上站時間，睇緊人有辦法啲嘅結合啊，唔係像近家我哋4時忠義亭條線全部寫路嘅嘅。我一辦法一條朋友都難嘅講一個技術拿來做動畫，拿來做漫畫，什麼才講拿到牛刀嘅刺激意啊！嗰時候有啲難嘅啦，不過我面到佢有意義啊，因為一個3D 一個模型做起來今日我做嚟做幾多客家故事，也唔會弄起來，一條東西一條建築冇變嘅但係講嗰機上嘅數控差唔多有6-7個一種總條，係即刻設計嘅6-7個總條，人上要畫地背嘅。睇緊人哋頭擺畫嘅地背加拿大嘅改廢化啦，家具嘅掉啦，畫嘅掉全部雕梁畫棟可以模化。嗰時候我花幾多時間做嘅，人上數控應該記設備啦，記設備啲各種嘅家庭各種嘅家具嘅條加拿大幾多見咧嗰時候客家電視台會同埋嘅節目嘅樹葉嘅時間，我即係我全部無償授權啦。因為冇影響咩？冇影響都嚟參考啊！用一條3D 嘅模型同相片嚟做一個輔助啦，應該也是一個收穫啦。但其實我發現也3D 建模其實幾重要，因為我哋從頭在看我哋的連載漫畫時啊，你有時會看到我哋主角一開始黑嘅地方咧，結果冇叫伊冇扮地方，但是黑嘅地方又冇同樣嘅，但是因為3D 建模時節，至少都可以幫人提供，主角畫呢個地方嘅時節，伊唔會照辦，伊同伊哋嘅連紗嘅關係啦，和連紗上畫嘅樣啊啦，唔會講前後冇連通，因為我認為講佢重要嘅地方。第二都講，其實我哋從我哋歷史上面看一啲東西嘅時候，都係文史，比如講頭都有講，幾時節人我哋咧蕭家古厝啊，人家講蕭家古厝，其實手工面的黑的地方，有啲愛嘅成像，後面有啲膚色但是我哋看文史啊，是差唔多樣嘅情形，因為可能畫出來嘅，你哋講其實有地方嘛冇辦法變太多人，什麼？冇得講，其實只是冇錯，伊係啲愛成像，但是一搭上去以後，地部人一樣嘅分布，愛完完全全做出來以後。其實人想我講，其實做乜會打會按呢？我都講其實日本人做乜會按呢講？都我因為畫出來以後，然後我哋講，其實幾時節嘅一啲發生嘅過程，有啲東西係因為體理關係，我都講人哋形式關係，真係是完全冇共用。我說，我想講也唔錯咧。其實嗰時候看到畫漫畫有做啲3D 建模，但是喺度談下嘅現場嚟講，我發現
其实咱呢节目真是鬼重要，好，也系一部分啦，听一部分那个，佢像人哋睇3D 建模时间，你系咪可以考究嘅时间人员系点样诶？好，无论一点应用嘅素材，好，可能有钱人应用嘅材料，冇钱应用嘅材料，希望唔能可以呈现出一个是最完整的样貌。或者，其实人系咪花嗰度功夫去睇，我哋建筑上面做我哋呢查资料嗰度。当然是3D 建模有一个好处啦，不过都好多主持人讲嘅讲，当然要考基条历史的正确性啦，冇查贴样一时间可能是冇录相片嘅，有1000年做一鬼时间林爽文时间呢个全部几100年前那有相片哦，冯体唔是有相片冇讲罗百香啦不过有相片的时间差不多都就日本时代，加冇都提革命政府时间样有相片的，那参考啦，因为人家改建屯头牌做的时间，咱做的时间冇共用啦。所以是要对文献地位考几个地位讲的，差不多一个蔬菜一发的。有做到可以多年黑，有身后的环境有哪个东西嘛？一特色一推发起来，3D 建模有一个好处啦，我还能做得较比像一个像半日来的其中一个件伊当然咩半日来冇按写啦，都做得copy 过伊，copy 过伊做轨道利用那点过来点过伊就唔怕不过3D 有一个好处啦，像一建筑几复杂，我做一摆辛苦一摆如何的，天一摆我都唔是发的今日要做3部曲连载，我讲连载都冇问题啦，都唔会讲有T 10屯 T 10的不嘅，本有揾过嘅嚟因为我哋咧是讲把个迄个历史的一种文化嘛因为历史还是有也为一种主题性还有讲，伊即个其实有的东西是冇办法去改变的，甚至讲，其实你可能会谈到我哋睇我哋那个我哋学嘅地方，可能冇像我讲法。佢几时间像你即个睇畫一3部曲，你喺熟悉嘅资料时间，又读到嗰种同我哋睇真实上面偷到东西冇像样嘅嗰种事情嘛，像有谈到那种事情。当然是应该是有因为一3部曲其实。多是因为时间关系，冇幾多有我哋講嘅閉關野史地位啦，有機會讓同觀眾朋友大家人來講一條故事像枋寮日本對枋寮電力嘅愛都談講一個故事。一時間日本人電力嘅時間談講枋寮嘅人有人一時間全部係讀書嘅，咪啲書嘅地方，啲書人地方讀書嘅。冇都啲割菜煮飯嗰度做生意嗰時間有人都講蘇南嘅地方有看到砂鍋，一砂鍋幾奇怪，有鳳仙嘅條拿當還有一個黃青嘅一個黃黃嘅青嘅屯嘅鳳仙嘅，講咁樣一砂鍋就上到按奇怪過來一直到日本邊對枋寮電力嘅一條人發覺講樣，一條日本邊咧帶回嚟冇嘅全部都鳳仙嘅黃色咧，一條原來一個是一個我哋講嘅徵兆啦，都講一個時代天下有變嘅時間啦會有一個徵兆啦一個是一個傳說啦佢說歸到你寫故事，還有火燒中呢度寫故事嘅啦我時間一年冇辦法。一講啦，有機會要同大家研究一下我哋對幾多會神奇嘅故事啦。嗰啲我哋節目嘅最尾啦唔希望講我哋啲觀眾朋友用樣嘅心態去看下3部曲其實嚟講希望講大家人用個平常心用一個歷史個我哋講個客觀嘅立場來看啦因為族群同族群有一時間是所有嘅民變跟囚犯全部都我哋講。民客商權全部害掉啦，都械鬥引起嘅問題啦。我哋用一個部分來看，我哋都會釋懷啦。都講唔係偏頗講漢人都對清朝政府好嘅，都對好多人唔好嘅，一個部分我哋講用個客觀嘅方式來看，另一個漫畫來講也冇講特別偏袒啦。當然是客家人會有客家人嘅角度，歡迎大家來指教係嚟。阿健先生講嘅真係鬼錯，其實我哋學習歷史唔係要做成我哋族群嘅對立，
相反呢，俺哋对历史的讨论以及理解，把俺哋嘅社会真实的和解同共生。今日我哋感謝我哋阿健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精彩故事。好，多謝主持人啊，多謝我哋各位觀眾朋友，多謝。聽下很多精彩故事以後，記得聽我哋先生嚟運動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軒，又到係學校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我教大家係拉丁有氧，拉丁有氧節奏同嘅動作教佢教哦，彈上來哦。能準備好嗎？準備好誒，團呢熱情的舞動一下哦。好，我們南部開始哦。好，來做一點暖身哦，哈。踏並步，右腳左腳，加上五個間條，低跳飛，撈人看呢。前面撈，等下我喺前面行四步，會唔會行四步哦？準備好啦哈，前面行四步嚟。加上踢腳，踢出去，踢，踢。來揾動作嘅哦，緊條，你腳切條不用鬆來，緊條鬆出去，邊，你腳腳鬆出去，腳嘅開始來。而家緊條畫一個字哦，英文字母嘅字。上下上下。南鋪，左右搖擺，腳切條偏空來，下搖下去，搖上來，下去，擋，打中捲條，前面跳奔。腳嘅前後搖動，不用鬆，你不用鬆，我越放鬆哦，越放鬆就會越快。踏步。加上五個數來，數，低頭奔，大蛇舞，
身体再骨多一些咯。加油啊，请好哦！你前面行的哦，行起步的哦，身体哦。1、2、3、4，左右左右，加扭腰。夹脚哦，1、2，夹脚点。夹双手，送出去。前面4步。好，前面夹表，后背，前旁后旁前旁后旁，腰围捞起来，2、3、4，弯撇，2、3、4，前旁后旁，前旁后旁前旁后旁，捞眼前呢。3，夹双手，1、2、3、4，來彎撇嚟，1、2、3、4，學波有冇？冷敷，而家夾雙嘅扭腰嘅哦。好，腳變鬆來。前面行4步，準備開始。緊條，加上5數。夾嘅，1、2、3、1、2、3、1、2。拉人起來，呢，1、2、3、4，兩個，3個4個，好，1、2、3，撈4個，1、2，夾雙手。3、4，撈人呢。好，冷敷，起起，跳起，好，2隻腳打開來，下去，來緊條喺前面數，3、4彎撇。好，慢慢地控制。好，前面行嘞，1、2、3、4。加上個扭腰擺臀哦。緊條，夾過來，1、2、3，1、2、3。
好，你的臀部1、2、3、4，吸起来，弯片来，前、旁、后、旁，捞两拳，再一次来，前、旁、后、旁，前、旁、后、旁。南部休息，吸气，调气，吸气，调气。逐步持续放松。前面行来，开始1、2、3、4。加速扭腰摆臀哦。好，动作再开始咯。身体稳动作，干跳。下个开始，1、2、3，1、2、3。臀部来前、旁、后、旁击，弯片前、旁、后、旁，前、旁。后、旁，好，各位观众朋友，今日嘅动作大家好唔好嘛？明日愛全身上通下做運動哦，好好運動，下次再嚟了。